近日講春秋經典內亂，曲沃代野。春秋初年，晉國國君將宿府新東到曲沃，而呢座城池嘅規模甚至超過國都郢城。呢件事為對中法禮制，禍根亦從此埋下。之後曲沃唐之3代人接連發生奪權戰爭，前後耗時67年，先後刺殺5任正統君主，數次進攻晉國國都郢城。幾經轉折，曲沃武功最終攻破都城，徹底消滅正統宮室。佢以重金賄賂周天子，順利獲得皇室冊封。唐至就此寧靜言順，取代的係大宗，而晉國從此結束分裂，邁向統一，為日後晉文公稱霸中原奠下基礎。